大家好，我係梁紀昌，我係1994年入讀香港公開進修學院，即係都會大學嘅前身。1998年獲得教育榮譽學士學位。香港響70年代入大學真係難於登天，但係由於冇大學嘅資歷，職業生涯咧好難更進一步。好做冇幾耐，政府升格公開進修學院，可以頒授學位，冇年齡同埋資歷嘅限制，只要修讀足夠嘅學分咧，就可以取得大學嘅學位。我就第一時間報讀。響修讀嘅4年裏邊咧，真係苦樂參半，要好自律，減少好多嘅娛樂、應酬同埋休息嘅時間，要閱讀好多文獻，睇好多參考書，間中仲要上實體課，參與課堂嘅討論同埋考試。雖然讀得好辛苦，但對我日後嘅發展咧幫助好大。我喺2002年咧離開咗工作20幾年嘅教育處，轉任一所博約學校嘅校長，以我嘅工作經驗同埋喺大學學習到嘅專業知識改造呢間學校。結果係成功帶領學校2次避過殺校嘅命運，並且培養到唔少嘅基層學生成為精英，升讀大學。喺我任內13年間，成功將鮮魚行學校打造成為全港知名嘅學校，成為佳話。我個努力獲得好多獎項。2015年教聯會頒授紫荊師表獎，到2023年更加獲得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，以表揚我對教育界嘅貢獻。都大自從2024年成為全港首間嘅應用科學大學，致力推動理論與實踐並重嘅教育模式，為學生提供優質嘅專業教育，協助佢哋規劃同埋發展事業。我自己一直醉心教育事業，我亦都經常被邀請主持教育講座。喺2015年，都會大學邀請我響知識新天地嘅節目，分享面對逆境嘅教育信念同埋正向價值觀，希望透過返到母校同學弟學妹分享我從教多年嘅經驗，以自身嘅故事感染更多有志投身教育界嘅年輕人。我希望都大能夠繼續善用應用科學大學嘅優勢，為學生提供更多實踐嘅機會，培育更多具備全面能力、充滿熱誠嘅教育人才，為香港嘅下一代作出更深遠嘅貢獻。